为着要来降低因为视野的死角造成车祸的死伤，所以行政院为106年开始来投入4亿4千万的经费，要帮8万台的大型车来加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。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到监理站去视察，对这个实施的办法真无满意，是安尼起性地。那我刚刚听这个简报很不满意啊！讲哪咧讲2年外。 要甲你装，哪唔甲你装？你有补助伊，就抑阁唔甲你装诶。到树林监理站视察大型车，到这个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推广活动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有几下摆对干部内容提出质疑，险互官员应袂出来。你要看要从那边去，从那边上去。 这是为了要降低因为视线死角造成死伤的车祸，行政院为106年开始，便超过4亿推动到这个大型车视线辅助系统。院长苏贞昌真重视，唔但亲身上车体验，嘛伫社群媒体发文宣导。针对高雄落大雨造成真济所在淹水，市长韩国瑜要求中央比照去年823的水灾，交发2万块的补助。针对这点，苏贞昌真不满。地方防灾救灾，所长应该站在第一线，绝不能推脱，也不能怠夫，更不应该神隐20几个小时后突然冒出来，不知轻重，不知头尾，没有掌握状况，就突然乱放炮，只懂得要钱，要钱也不照规定来。这场大雨，和地方政府甲中央对呛。 因为风台季节来啊，这款的剧本恐惊会愈来愈多。治水防灾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